本专案已经完成相关的行政作业程序，那么专案办公室将在7月1号开始营运。第二，这个专案的政策目标以及做法如下：首先，就目标而言，对于进入台湾有需要协助的港人，提供亲切、便捷的咨询服务，并进一步完善各项协助的工作。以展现政府照顾港人的决心不变，并协助在港资金，还有专业人才转进台湾，参与台湾的经济发展。那么第二，对于有这个港澳条例第18条情形的港人，我们建立专案处理机制，并协助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第二，在具体做法上，首先我们设专案办公室，在台港既有的交流平台上建置专案办公室，那么强化对港人的服务以及照顾，并在兼顾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务实处理港人人道援助及关怀的事宜。第二，在专案咨询服务上，强化对港人的咨询及服务功能，提供就学、就业、投资、创业、移民定居等专案咨询以及协助的服务。第三，在专案协助方面，对港人的人道援助以及关怀，在现有的法律基础上，继续采公私协力的专案方式。那么第三，在执行规划方面，首先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陆委会辅导成立了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我们简称策进会，沿其以促进台港交流与互动为宗旨。那么在旗下特别成立对外服务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提供对港人的协助与服务。那么这个办公室我们设置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下设咨询服务、专案管理、行政事务等3个分组。那组织架构我们可以待会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图那办公室地址设在台北市大安区的信义路3段。那我们设有2个服务专线咨询专线第一个是27003199善意99第二是23971088。那初期我们会增聘一些人力，还有请相关机关机构支援，办理港人来台就学、就业、投资、创业，还有人道援助以及关怀，还有跨国企业以及国际法人团体来台专案等咨询还有协助的工作。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这个整个组织架构一个是咨询服务组，第二是专案管理组。那这个专案，下一页，专案其实主要是有3种专案，有三种专案。那第一种，因为外在现在的香港的形势的一个变局，那么有些人想到台湾来，这个就学就业之外，他有些本身就是专业人才所以这一部分呢，政府现在在积极检讨相关的法规，看看有没有办法鼓励这些专才能够到台湾来所以这边我也有一些专案的这个服务那么您所提到的是说，这些香港人进来，如果有到港澳条例第18条这种因为政治的理由，他的这个自由跟安全有这个受到威胁政府的协助必要者必须政府协助必要的，这是根据我们港澳条例的第18条它强调是这个政府得提供必要的这种援助必要的援助那这个在施行细则25条里面，这种援助是报请行经案专案处理，所以有多少案子我们就专案来加以处理，所以我们不知道量有多少那基本上就是进来的人如果有18条的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才会报请专案来做一些这个协助，给予一些必要的援助，那第3个
要处理的专案，就是跨国企业或者这个国际的这个法人，他们想移转来台，那这是我们的处理。所以这个专案小组基本上要处理3大类啊，就属于3大类。